姐妹，失恋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人生在世，谁还没遇到过那么几个人渣？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这样，我叫个小先生过来陪你，保证你把顾楚舟这个渣男忘光光。And will they line the streets tonight, singing bathe in new starlight, while I'm sitting at the sun. 你终于来了，我都等你好久了。等我？对啊，你是叫阿景对吧？原来是把我认成别的男人了。啊！我家不方便，我们是去你家，还是去酒店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？我只是喝醉了，又不是死了。你到底行不行？我要是不行的话，你是不是准备换一个？你在。听我。Don't want to fade. I made the perfect you in my head. Cause basically you are the blueprint. But internally, goddamn you, man.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不然等一下，别想我停下来。顾楚舟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的研究课题。楚舟哥哥，你的未婚妻知道你私底下这么坏吗？嘘，这个时候就别提他了，你走心。好，那咱们继续。More frequent visits would have been nice. 你最好别停下来， But I don't want you knowing that there's some guy, you know. 谦虚。Never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. Never know how much I care. 这也太荒唐了吧！醒了？ Better version of you. 醒了？那个，
我把钱放在床头柜了。钱？我调查过你们的市场价，就这样，我先走。喂，于医生，麻烦您赶紧来一趟医院，你的家人10分钟前突然昏迷，现在正在抢救。我马上过来。医生，我小姑她怎么样了？你要有个心理准备，病人情况非常不好，这次是熬过来了，但下次，尽快安排心脏移植手术才是最好的办法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这些钱也只够姑姑这次的抢救费，要做心脏移植手术，钱从哪儿来？婉婉，好久不见，不请我上去坐坐吗？你看看，现在住的什么地方？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呀？你到底是在做什么的？我听说你姑姑于真真的病情又加重。婉婉，其实你不用那么仇视我，我是你亲妈，我不会害你的。当初是你一定要搬出去，跟于真真一起生活。那现在你也看到了，她是一个病人，连自己都负担不了，她怎么能照顾好你呢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今天来呢，是有正事要跟你说。沈家和苏家有婚约，这件事情你知道的吧？只要你嫁到苏家，于真真的手术费我出了。我姓于，不姓沈，沈家的婚约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婉婉，现在不是你耍小孩子脾气的时候。苏家是南城的首富，你嫁过去是你的福气。你说你现在这个情况，苏家要是真有你说的那么好，你怎么不把你的好闺女沈念青嫁过去啊？闭嘴！念青性子柔弱，不适合苏家。她不适合，我就适合。城南谁人不知，苏家一共2位爷，大爷苏俏从小体弱多病，常年在我工作的医院疗养。苏家2爷苏旺性格狠戾，他就是个变态。嫁给他和跳火坑有什么区别？去苏里这种好事，你就想到你的亲女儿我了吗？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我是在通知你，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要为于真真考虑。你以为现在心脏配型只是花点钱那么简单？没有人力和钱力上下打点，就算等上几年，他于真真也不一定能等到。你就在医院工作，应该更明白这个道理。跟你联姻的是苏家2爷，好好想想，到时候我来接你。昨晚那个女人的资料查的怎么样？抱歉，二爷，相关信息太少了，还没有查到。继续查。是。对了，二爷，老夫人让您这2天回老宅一趟，说您跟沈家小姐的婚礼基本敲定了。想让我去沈家那个小子，我同意了。
医生，他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？这个声音怎么跟那晚那个男模声音那么像？是他，应该只是个巧合吧。一个小男模怎么可能认识苏家大爷苏巧？都怪那晚喝的太多，第二天走的时候又太尴尬，没敢抬头看对方的长相，以至于我根本不知道那晚的男模长什么样子。病人恢复的很好，伤口已经愈合的差不多了，过2天应该就能拆线了。谢谢医生。这个人好没礼貌，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？不客气。老翁，你认识这位于医生吗？原来他姓于啊。啊？没什么，何止是认识。师傅，我到定点位了，是这辆黑色的车打着双闪是吗？好。抱歉啊，我认错车了。啊！于医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抱歉，我以为是我打的车。于医生不用客气，难得我们这么有缘，不如我送你一程。啊，开车。大哥，这位漂亮的小姐姐是你什么人啊？我有这么可怕？哎，才知道。我说你就别吓唬人家小美女了。哎，小美女，你要去哪儿？包给你送到位了。谢谢啊，不用了，前面就是地铁站，我可以。去哪儿？市立医院。喂，有事吗？于野婉，刚刚可都看见了，车上那个男人是谁？和你有关系吗？再有半个月我们就要结婚了，你跟别的男人拉拉扯扯，你敢说跟我没关系？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不可能跟你结婚，我们结束了。市立医院到了。我到了，抱歉啊，耽误你时间了。哎呀，看来这位小美人儿是遇到麻烦了。这么闲，不如非洲的业务交给你了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去给我查查他的资料，记住，是全部。小郭，都和你说了，我这是老毛病，没事，用不着来看我。小郭，我这次来呢，是想告诉你个好消息的。我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小姑知道，是你之前说顾家的那个小子吧？我身体不好，婚礼就不去了，免得让人家说闲话。要是小姑知道我答应许素玲代替她的继女嫁给苏家二爷，小姑的身体一定会承受不住的。小姑，这次呀，恐怕你想去也去不成了。我已经筹到钱了，只要有合适的心脏，你马上就可以开始手术了。你哪来的钱？是不是你妈又去找你了？不是，当年母亲为了加入沈家，对那沈年庆百般讨好，明知道你是为了救我才落下的病根，她还是把你赶出去了。从那以后，我跟她的母女情也算是断干净了。是小姑拖累了你。小姑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不是说过的吗？你会看着我结婚生子，一直陪着我的。来，快躺下。
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注意休息。3天后就是你的手术了，这几天好好休息，放松心态。你放心，手术会很顺利的。啊，谢谢您，医生。要不是这几年看着你还算安分，你以为我会同意你和我儿子交往？你倒好，不知道感恩和珍惜，背着我儿子偷野男人，果然是上不了台面的贱人。顾医生可真可怜，付出了真心，结果被戴了绿帽，难怪要分手。这平时看着一本正经，私下竟然玩得这么开，这医生呢，真恶心。昨天中午就看见他上了一辆豪车，连中午休息时间都不忘去勾搭男人，这种女人不配当医生。没错，他就是个不要脸的贱人，也配当医生，就应该被医院开除，滚出医院。适可而止吧，顾夫人，否则我若是做出什么有损顾家颜面的事，就不能怪我了。叶婉，你想跟我分手，我不怪你，但你无论如何，你要事先跟我说一声。你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把我给甩了，然后转头跟那个男人在一起是吧？顾楚征，我不想惹事，可我也不怕事。但你要是再惹我，我不介意你把你和林夏夏在会议室偷情的事发出来。那天你看见了，难怪你要跟我分手。不过那又怎么样？燕婉，你能嫁进顾家，是你高攀了。你敢退婚的话，还有哪个货色敢要你？这是我的事，你管不着。你爹姑姑跟我儿子说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休想再引诱我儿子。像你这种不要脸的贱人，想嫁给我们顾家，没门！啊！哎妈，别说了，都散了吧。今天这个事就是个误会，以后谁也不准再提了。顾楚征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再也不会有任何瓜葛。我们的事我说得很清楚了吧？你知不知道我连婚礼请柬都已经发出去了？你这个时候说不结婚，你让我们顾家的面子往哪儿搁？你出轨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丢脸的事？难道不是你的问题吗？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但凡你让我碰一下，我也不至于跟林夏夏搞在一起吧？你喜欢林夏夏，大可以跟她结婚啊！她只不过是一个医院的护士，怎么可能嫁得进顾家？你和那个野男人是不是上不着？你无耻！老子跟你在一起3年，你都不让老子碰一下，我怎么可能白白便宜了外面的野男人？好，要分手也可以，得先让老子尝尝你的味道再说吧。放开我！今天怎么不是于医生来欢迎？本来应该于医生来的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他拿了药，人突然就不见了。主任怕你们等久了，所以让我来替一下。谢谢。不见了。干什么？这样强迫一个女人算什么男人？你死啊！马上就让人看看我到底算不算男人！放开我！你谁啊？英雄救美是吧？你也不看看自己算个什么东西！我告诉你，
我是顾家大少爷，得罪了顾家，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顾家，没错，识相的话就赶紧滚，否则……顾家很了不起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有什么问题，让你爸亲自管。还没资格站在我的面前。你们给我等着！今天的事我和你没完！于医生，你没事吧？今天谢谢你啊，我今天不太方便，改日再跟你道谢啊。于医生，小心！你的脚扭伤了，我带你去看医生。不必了，要是被别人看见了，流言蜚语可能又要传开，我在医院待不下去的。阿旺，我刚才外面听见你和于医生的声音，没发生什么事吧？大哥，我带于医生去你的房间，给他上个药。好。等等，你刚刚叫他大哥，你是苏家二爷苏旺，沈家塞给我的联姻对象。哎，你放我下来！别乱动。这几年为了撑起苏家，我在外的名声实在难听。好不容易遇见一个感兴趣的，可不能吓跑了。我只是苏家一个远房表亲，按辈分应该叫苏巧一声大哥。真的？大哥，我带于医生去上药了。去吧，病房我暂时不回去了，病房随便你用。谢了。苏先生，其实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药放好了，不要乱动。严婉，你没事吧？没想到顾楚舟那个王八蛋竟然敢……我没事儿，幸好这位苏先生路过救了我。既然你朋友来了，那我先去陪我哥了。你好好休息。哎，严婉，这帅哥谁啊？你可以啊，这么帅的帅哥被你给撩到手了？胡说什么呢？他就是我一个病人的家属，恰好路过救了我而已。而且我马上就要替沈云晴和苏家二爷联姻了。什么？夏是他？